姑娘是毋是已经将陆青龙的身世全部甲你讲啊？来啊！搁再拍！安怎？顶头是讲啊？已经有3年，每一遍若是小王爷生日的这一天，你拢会甲一个人美咧偷偷啊哭。原来小王爷就是你甲凤中生的囝。小玉啊，这件代志，万一若去互人知影，唔止大好情谊袂了，我就是会犯着欺君太罪，你知影？叶姑娘，你放心啦，你是我的温情人，我免来将你的秘密泄露出去的。这件代志是关系重大，万一……你若是唔相信我，我用个对天咒誓，奉天在上，小玉若是泄露叶姑娘的秘密，甘愿死无葬身之地。小玉，多谢你。我既然已经答应过叶姑娘，我就是死，嘛袂用泄露伊的秘密。小玉，你到底要讲也唔讲？大好姐，路边啥物都唔知影，你要叫我讲啥物？哈！是。我啥物都唔知影，我啥物嘛唔知影，我啥物嘛唔知影。我以为小玉知影如意的身世，按照安尼看来，
伊是真是毋知影，我错怪你，也错怪你。你连小玉都毋敢甲讲啊，偏偏哪会甲别人讲？代志到遮来，你伤心也无路用，我会命人护送小玉。明芳啊，也你的朋友较好无？好真主，多谢大好真关心。好好啊，求玉，一切拢已经过去，无代志啊。要不，你紧去休困吼。事后大好亲20多年啊，到今仔日才知影讲伊是一个心狠手辣的人。那安尼看起来，伊对如意是无可能会有甚物亲情。一旦伊甲知影如意违背伊的意思，伊要带当连军，而且佫毋肯带明伦君主，伊敢会用狠毒的手段来对付如意？顺安，顺安叩见君主，免礼。谢君主。陆金龙出城来打蜡是？无啊，无。那呢，这酒菜是较送准备的。啊？君主，就是甲你讲啦，阮大福真叫阮小王爷吼出声外来拍野鹿，是要请姜王爷甲福晋食烘鹿肉。那呢，你是安怎讲白菜？讲陆青龙无出声，你是我来个先还是？小的该死，小的该死，求君主恕罪。嘿嘿嘿，君主，其实吼，小的是一番的好意呢，因为阮小王爷吼，这2天吼心情足歹的啦。是讲吼，若看到你吼，爱增加伊的烦恼咧，所以小的毋才会斗胆。你咧讲啥？是安怎伊若见到我，就会增加伊的烦恼？君主，这你心内家己知影吗？又何必都一定爱小的讲出来呢？为着当年军，连我的面都无想要见。毋知迄个当年军到底有啥物好，会互如意这人啊饲袂？如意，如意，明伦，你也出来伫咧拍蜡是？是啊。也毋过，你拍的是一只野鹿，我嘛想要拍一只凤凰。凤凰哦，嘿，君主，这附近哪有凤凰？我再讲吼，迄凤凰是鸟中之王呢，都干那要看到吼，都足无简单的哦。就是因为讲要看到伊，无简单，才会好奇。遐伊到底是有啥物好？是安怎会成为鸟中之王？啊，若讲迄凤凰哦，迄实在生做够水啦！不但讲生做凤头冠，迄
迄门吼是足水的啦，尤其是迄若咧哭吼，迄落声吼，听着吼又好听啊，阁又吉祥。孙奶，莫阁讲落去啊！是，你将遐人甲迄只野路星带回王府。是。来，来，先中等，先中等，行。明路，你拄则咧讲迄话是啥物意思？无啊，我只是对迄只彩虹楼飞出来的凤凰，感觉好奇而已。异乡毋是好少年，迷恋恋君为何因？难解其中的道理，开言相问为何奇？为何奇？随出歌楼不言定，万花情艳改为心。天涯处处有风草，唯独钟情出伊人，也出爱人。哦。听水风雨已灵动，自场你我飞乱风，此事怎对连君讲？怎可辜负美风中，你也风中。只要君主轻了解，处事不难主的安排。风雨灵动了同意，命论可运也可惜，也可惜。明伦，你对这件代志袂坚持。我什么时阵有讲过为你不嫁这句话呢？对，我早就知影你咧爱当连军，也毋过我并无对人讲，可见我并无关心恁的代志。关系到我的终身大事，完全是由皇后做主，我也是袂做任何的坚持。明伦，多谢你咯。时间也无早，咱应该爱进城了。你先行，我咧想的，我咧山骹等我。好，那呢我先行一步。文王婆，伊虽然甘心要退让，看明伦郡主是无遐尼啊甘愿倒来请伊成全因。你甲讲我袂记，表兄，你嘛毋通赌即种气，人已经来等规半工啊，你怎头毋甲人见面？你甲讲，我记就是我记，叫伊转去。王小姐，恁吼，文公主吼，伊即马身体无啥好啦。你嘛知影讲吼，若是破病人，比较性地拢有较朴素淡薄啊，你都莫见怪哦。袂啦，我哪会甲伊见怪？王姑娘，我只不过是要甲文公主讲几句话尔。那你真好，啊无互你讲，我来去休困吼。
文公主，我知影你心肝内是真怨恨阮小姐，啊，毋过人我玉顶也无得罪你啊，你哪会用迄款态度对待我？那哪咧？我问你，是啥物人叫你来呢？是阮小姐啊。你小姐。也忠心敬敬。文小姐，伊是看你遐尔啊生气，惊去伤害着你的身体，所以才叫我来看你，想会到你，哼！哦，原来呢，我知影。当年君就是惊我搁再去找伊，去拍歹伊甲陆亲王的婚事，所以才会不得不力表伊对我的关心，也好平息我心中的愤气，对。文公主。这是你误会阮小姐，人阮小姐，伊根本就袂安尼做，伊看你口吐鲜血，所以伊……你倒转来当面讲讲，你甲讲我文龙婆，还阁活得真好滴，我无死，叫要来看我。而且我甲阮表妹劈落，也阁偌久就要成婚咯。你来讲，叫免阁派人来我看，也免影响，互阮表妹伊。对我起疑心，害阮夫妻一个失和啊！小姐，拢是你啦！什么咧袂放心，叫我就一定爱去看，结果咧，人生活得真好，搁要甲因个表兄妹王碧罗相婚啊！我踮遐去互家糟蹋。我听到伊是咧甲你讲气话。哼，这毋是咧讲气话咧。本来迄个袁月甲安玲，就足想讲吼，要互文公主甲迄个王姑娘成婚。那阵嘛，你已经变心啊？当然是合理合法，一定是甲因表兄妹成婚的嘛。文公主根本就无爱碧落，伊一定是赌气，才会娶伊。那安尼分明是袂记。这拢是我的罪孽。